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影片。今日想同大家傾一講到去深圳發展或者北上生活，避無可避，最常聽人講到口水都乾埋嘅話題。深圳嘅公寓到底係咪一塊大肥肉，定係一個深不見底嘅超級大陷阱？即係大家俗稱嘅大伏呢？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打算上深圳租屋或者買樓自住嘅時候，一打開啲內地口流應用程式，見到啲公寓裝修得靚一靚，價錢仲要平住宅一大截，心入面一定會15-16。有人話住公寓好似住酒店式住宅咁高級，亦有人話住公寓嘅水電費貴到你吐血，管理費高到唔合理，而且出入人口極度雜亂，邊個住邊個後悔。甚至乎有人話，如果每個月預算大約有4500蚊人民幣，寧願住遠啲都要揀住宅，絕對唔好掂公寓。到底呢啲傳聞係真定假？今日我就用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大家將公寓同埋普通住宅由水電煤、管理費、居住私隱度一路計到去周邊嘅生活配套同物價成本，毫無保留，毫無過濾淡，逐一拆解。如果你都考慮緊北上落腳，想用最精明嘅方法運用你手上嘅資金，咁就一定要留心聽落去，因為今日分享嘅全部都係用真金白銀換返嚟嘅血淚史同真心話。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肯定就係邊個方案最慳錢。我成日聽人講，千祈唔好住深圳嘅公寓啊，水電費貴到你買得起層樓啊，實情又係咪咁誇張呢？要探討呢個問題，我哋首先要明白深圳公寓同住宅喺本質上嘅最大分別。深圳嘅公寓有很大一部分喺土地性質上係屬於商業用地，所以佢哋收嘅水費同電費自然就係按商業用電同商業水費嘅標準去計，而住宅就係行所謂嘅民水民電制度。聽落去，商業收費好似一定會貴好多，對不對？我未搬入嚟之前，其實心入面都好驚。等我攞我實實在在嘅開支嚟同大家對比一下。我搬咗入呢間公寓之後，由今年嘅2月到5月呢段期間，我每個月平均嘅電費大概係200多元人民幣。如果對比起我上年住喺民水民電住宅嗰陣時嘅開支，平均落嚟，而家公寓嘅電費確實係貴咗。不過大家又知唔知實際上貴咗幾多呢？其實每個月大概只係貴咗幾十元人民幣左右。呢個升幅對我來講，完全係處於可以接受嘅範圍之內。點解會貴咗幾十元呢？其實係有原因嘅，無可避免。第一，因為絕大部分嘅公寓都係無裝設燃氣管道，所以熱水爐變咗一定要用電熱水爐。用過電熱水爐嘅朋友應該都會知道，如果你平時習慣用完就關咗佢，到你下次想沖涼再開飯嗰陣時，要等佢將啲水煲熱，起碼要呆等半個小時以上。除非我要出遠門去旅行或者返香港幾日，否則我平日基本上係絕對唔會關個電熱水爐嘅。佢24小時喺度行，保溫都需要用電。再加上我屋企最近又多咗一部乾衣機，平時洗完衫直接掉入去烘乾，用電量自然就會進一步增加。如果將呢啲所有生活習慣嘅轉變都計算在內，在商業電價之下，我每個月只係多咗幾十元嘅電費。回過頭來諗，呢個數目其實反而算少，甚至乎可以話係非常之划算。點解我會話反而算少呢？因為一來一回，我住公寓係完全不需要俾煤氣費嘅。以前我住住宅嗰陣時，每個月嘅煤氣費隨隨便便都要幾十元人民幣。而且大家唔好唔記得，住宅嘅燃氣熱水爐通常要自己買，自己人安裝。除咗部機本身幾千元之外，仲有各種各樣嘅保險費同安裝費，單係每一年嘅保險費計落都要120元人民幣。呢啲表面上睇唔到嘅雜項，其實加埋都係一筆不少嘅開錢。我哋再嚟睇睇水費。以前住宅嗰陣時，佢哋係每2個月先加一次，收一次水費，平均除返開每個月大概係30至40元人民幣。而家我住呢間公寓呢，佢嘅水費就是改為每個月加一次，收一次，但係每一次收費嘅金額同樣都係30至40元人民幣左右。換句話說，在水費呢個項目上面，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特別明顯貴咗嘅跡象。如果我將水、電、煤全部開支綁埋一齊，做個整體對比，我甚至可以大膽講一句，
而家住公寓嘅水電煤費用對比以前住住宅，可以說是更加便宜，更加划算咗。我自己私底下研究過，我覺得呢個咁神奇嘅結果，很大程度上可能要歸功於冷氣機嘅能源效益。因為以前我住舊住宅嗰陣時，業主配俾我嘅冷氣機並不是什麼很省電嘅新型號，再加上睇佢個外觀樣貌，大家都心知肚明，部冷氣機已經用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冷氣機上面貼住嘅能源標籤顯示係2級，而且平時用嘅時候完全感覺不到佢係具備變頻功能嘅冷氣機。一到炎夏，部機基本上就要全力運作，自然就會用得比較多電。相反，我而家新住呢間公寓，入面配備嘅冷氣機是日立牌，平時開住佢，明顯感受到佢是好聰明嘅變頻冷氣，室溫夠咗就會自動轉低功率運作。我估計單單在冷氣機用電呢個方面，就已經幫我省了不少電費。所以如果你問我住公寓嘅水電煤係咪真係同住宅差好遠，貴到好似坊間傳聞咁誇張呢？以我個人嘅實際情況同埋生活習慣嚟講，答案是絕對不選。在呢個開支方面，深圳嘅公寓一點都不算是伏，反而仲有少少驚喜。不過開支嘅嘢一條還一條，除了水電煤之外，仲有一項開銷是無論如何都冇得拗、冇得辯駁嘅，那就是物業管理費。管理費呢個項目，公寓確實是完敗。雖然公寓嘅單位面積通常都比較少，好似我呢度咁，只有40多平方左右，但是佢每平方嘅管理費單價往往可以去到5元人民幣或者以上。而在相同面積嘅前提底下，公寓嘅管理費一般都會多過住宅好多。呢一點是硬傷。大家如果想住公寓，就真的要自己做好預算，自己去取捨了。除咗管理費貴之外，另一個經常俾人拎出嚟講，在網絡上為人詬病嘅地方，就是公寓嘅居住體驗可能會比較差，因為絕大部分公寓嘅格局都係一條長走廊，一層樓有10幾20個單位。你想想，一條走廊住咗咁多人，在住的人特別多嘅情況下，日常生活當中嘅拗撬，即係啲摩擦同噪音，自然就隨之而多。無論係樓上樓下，定係左鄰右舍、左鄰右里，只要佢哋發生什麼不愉快嘅事，或者半夜3更鬧交、開 party 都好，因為距離太近，你都很容易會被波及，飽受滋擾。而且有些公寓嘅建築設計又不是太好，如果你抽中一啲奇奇怪怪嘅朝向，你個單位嘅窗戶甚至可以是對住公共大堂，或者對住長走廊。咁樣一來，你一日到黑都要拉埋個窗簾，私隱度同埋私密性自然就低很多，住得非常之壓抑。再加上一棟樓、一條走廊住咗咁多人，每日返工放工繁忙時間，等升降機的時間自然就比較長。即使發展商設計得好體面，配備了4部升降機、5部甚至乎6部都好，始終公寓是比較多踩點返工嘅年輕人住，所以在早晚繁忙時段，你是需要等很久才能夠落到地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多人覺得深圳公寓是伏嘅致命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商業性質，所以管理處未必會限制人哋喺入面做生意。你想象一下，隨時可能會有些鋪頭或者服務性行業就開在你的單位隔離，譬如你隔離屋個業主將個單位租咗俾人做按摩店，成為你嘅鄰居，咁樣你每日返到屋企，走廊經常都會有不認識嘅陌生人出入，對門又閉又開，出出入入，真係煩都煩死，安全感都低啲。又或者可能會有師做寵物美容或者寵物寄養嘅樓上鋪開喺附近，咁樣隨之而來就會有嚴重的衛生問題、噪音問題和寵物嘅氣味問題。即使你運氣好彩，開在隔籬嘅不是按摩店或者寵物店，而是一些比較文靜嘅美容美髮鋪頭，但是經常有年輕女士穿着高跟鞋在走廊屙哥囉啖出入，對你嘅日常生活不多不少都會有些騷擾。不過作為一個過路人，公道說一句，並不是所有深圳嘅公寓都是這麼差、這麼混亂嘅。好像我目前住緊嘅呢個屋苑星河天地公館，佢在規劃上就是純粹被人用來居住嘅。佢呢度嘅公寓
甚至會有住宅級數這樣的大面積，由55平方到103平方嘅戶型都有。而且最正嘅係，佢呢度是有提供燃氣式熱水爐和燃氣煮食嘅，完全打破咗公寓無煤氣用嘅宿命。我喺度澄清反先，我純粹係分享居住心得，絕對不是幫發展商賣廣告。你入到嚟呢個屋苑，你見到發展商喺宣傳上面都有寫明是即買即住嘅現樓，至少在我自己居住見到的樓層裏面，我是完全見不到有什麼商業性質嘅鋪頭或者美容院存在。正正因為咁，呢度居住嘅氛圍是非常之好。我也很好彩，遇到的鄰居全部都是作息定時嘅正常人，不會在半夜3更發出什麼驚人的噪音。而且呢度嘅建築結構，單位和單位之間算是隔得很開。發展商在裝修時做的隔音工程亦非常之好。平日我關上門，基本上是不會聽到任何隔離鄰舍嘅聲音，私隱度算是相當之高。所以目前為止，對於我來說，呢度嘅整體居住體驗是相當不錯、相當滿意嘅。房間裏面的規格和各種功能，可以說是和一般的普通住宅沒有任何分別。現在深圳有很多新落成嘅公寓，在設計上都是做到好像住宅一樣，在整體的日常活體驗上，你根本不會覺得自己是住在公寓裏面。當你從單位的窗台看出去，你會發現同一個社區範圍裏面也有很多普通住宅，所以你每日享受緊嘅周邊配套和公共設施，本質上就是住宅級數，不會像有些位置不好的公寓那樣，開在一些烏煙瘴氣嘅地方，或者旁邊就是工廠、工業地區。現在新建嘅高產值公寓已經完全不是以前那種舊式模樣了。如果是這樣慳的話，其實至少有相當一部分嘅深圳公寓不是福，也不是什麼智商稅，只是看你懂不懂得選擇，懂唔懂得出嚟睇樓。以我住緊嘅呢度為例，我甚至覺得呢度公寓嘅居住體驗分分鐘是會比附近的住宅還要好。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在地理位置上，公寓嘅位置通常是更加靠近地鐵站和大型商場。好似我呢度是真正的商場上蓋物業，我搭一部升降機直接下到樓下就已經是商場嘅入口，連走過隔離條街都不用，完全風雨不改。而且由屋企出發，距離地鐵站走5分鐘之內就到。但是相反，你看看附近的普通住宅，雖然大家都係同一個片區，但因為住宅通常會起得入少少，佢哋要走去地鐵站的話，可能就要行8到10分鐘或者以上。而且呢個公寓地理位置好過住宅嘅現象，我發現在深圳是相當之普遍嘅。公寓普遍會比住宅擁有更好的黃金地理位置，好像我之前去參觀過靠近深圳北站附近嘅龍光九轉，佢樓下直接就是紅山地鐵站，同樣是5分鐘內就能夠步行到達。不過我都知有些深圳嘅本地人，他們很多其實是不喜歡屋企樓下有這麼繁忙、這麼嘈雜嘅商業地方。你想想，樓下又是大型地鐵轉乘站，又有那麼多食肆、餐廳、酒吧，出入嘅人又多又雜，又嘈又嘈，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種熱鬧。而且商業地方大，食肆多，喺環境衛生上面是有機會是會多了很多米奇、老鼠和小強，即係老鼠同曱甴。整體的衛生環境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不過有那句說，那句我哋作為香港人，如果套用返香港嘅概念，最靠近地鐵站和商場嘅鐵路物業，普遍房價同租金都是貴很多嘅。所以呢啲嘢只能夠說是有好有不好，看你追求的是什麼。講了這麼久，大家可能會覺得，咦，點解我好像一直在說深圳公寓有多好，有多方便，而不是說它有多伏，有多差呢？其實我就覺得，在整體的居住體驗上，小面積嘅公寓極其量只能夠和住宅持平，甚至乎在很多細節上，小面積公寓普遍存在嘅問題會比較多。最明顯、最令人頭痛嘅一點，就是他們嘅廁所通常會是黑廁，即係無窗嘅廁所。因為一層樓有10幾20個單位在同一條長走廊上面，在整個建築格局上，小面積嘅公寓是很難做到正常有窗嘅明廁。即使有些設計師好努力
在廁所做到一個窗，那個窗嘅位置都會是很奇怪，譬如是在露台隔離，又或者是個廁所和廚房會直接佔據了整個單位最重要嘅採光面。個人覺得，與其將珍貴嘅陽光留給廚房同廁所，其實這種格局比黑廁還要差。而黑廁帶來嘅最大問題，就是裏面常年不見天日，藍天，室內嘅濕氣非常之重。在南方這種回南天或者潮濕天氣下，廁所裏面很容易會發霉，到處都是水漬，迫使你要更加頻繁地去動手清潔廁所，到頭來辛苦嘅煩到的都是自己。而且去完廁所之後，那些不好的氣味就會很容易從廁所飄到大廳或者睡房。即使你24小時開了抽氣扇，因為缺乏空氣對流，效果都不是很顯著。煮食方面就更加不用說了，小面積公寓通常沒有獨立嘅封閉式廚房，大部分都是開放式。當你煮食，尤其係煎炒煮炸嘅時候，那些油煙同氣味可能就會被你晾在屋企嘅衣服或者床單被鋪直接吸收了。一來你成間屋都會聞着那些油煙氣味，未必會住得那麼舒服；二來因為油煙四散，你日常打掃和清潔屋企嘅次數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再說到洗衣服，因為很多公寓就未必會有露台，單位面積又少，洗衣機無可避免要放在室內，甚至乎是廚房新盤底下。當你洗衣服脫水嘅時候，那個震動同噪音就會非常嘈，直接騷擾到你日常嘅休息同生活。再加上如果沒有露台，你根本卸不到衣服，晾不到衫，可能就要自己額外在室內位置擺放，或者買一部乾衣機。雖然部分深圳嘅公寓是會提供露台，不過大家去睇樓嘅時候就要額外留意，有露台就並不代表發展商有在露台預留到水掣和電掣，即是說你個露台可能根本放不了洗衣機、乾衣機，又或者是任何的電器。即使奇蹟地有電掣也好，那個露台嘅闊度可能都未必足夠，可以放得到8公斤，又或者是10公斤嘅標準大小洗衣機。到最後，個露台變相就只能用來堆放雜物、晾衣服，又或者是純粹用來做觀景作用。雖然不能說是一點用都沒有，不過個人覺得在實用性上就真的不大。不過平心而論，這些空間不夠用嘅問題，就並不是說深圳公寓獨有的缺點，亦都很難因為這些問題就一口咬定說深圳公寓是福。因為如果你看看香港嘅那些納米盤，又或者蚊型單位，以至全世界大城市入面嘅小單位，其實都可能會面對住呢啲一模一樣嘅空間問題。總括簡單地用一句話來總結，公寓有的東西，通常普通住宅就一定會有，不過住宅擁有嘅東西，公寓就未必會有了。既然係咁，點解市場上仲有咁多人會選擇深圳公寓，而不直接選住宅呢？答案非常現實，當然是因為錢嘅問題。大家都見到，好像我住緊嘅星河公館，擁有這麼好嘅配套，這麼方便嘅地段，一整套售價都是賣幾十萬多元人民幣而已，每個月嘅租金都是2000元到2500元人民幣左右。如果你是對比差不多條件、差不多地理位置嘅普通住宅的話，住宅嘅價錢就可能要貴上2倍，甚至乎3倍以上。喺呢個時候，可能有人就會反駁我，不是口，我平時在那些手機口流 APP 裏面看到同樣是3000至4000元，又或者2000至3000元人民幣，住宅都有很多很好的選擇啊。對於呢點，我就親身試過，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話俾大家聽。當你真係約經紀出嚟睇樓嗰陣，通常會出現以下3種極其骨感嘅情況。首先，你在私樓 APP 裏面找到嘅那些超平房源，其實絕大部分都是中介，即係地產經紀放嘅價盤。中介放價盤，吸客都唔緊要，大不了那就約出來看房子，最多成交到嗰陣俾佣金。但問題是，當你真正約出來看的時候，現場實景和你當初在 APP 上面看嘅相片，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第一種最常遇到嘅情況，就是價錢完全不一樣。你在 APP 裏面看到這個屋苑嘅相片，覺得很喜歡，好高檔，打電話去約，中介可能就會在現場同你講：哎呀，不好意思啊，
這間房剛剛在今朝已經租了出去，現在這個屋苑就只剩下這些新放盤嘅選擇，然後帶你睇啲一模一樣但貴好多嘅單位，價錢方面可能就會貴一點，不多，通常都是貴1000元到2000元人民幣左右。如果你聽完之後態度好強硬，同佢講不細後，我預算真的有限，超過預算我絕對不考慮，那中介就會話唔緊要，我哋公司都還有其他物業選擇。這個時候就會出現第二種情況，就是帶你去看一些環境極其惡劣嘅城中村舊樓，那些房子的質素非常之差，採光差，樓梯暗，環境雜亂。當你睇完城中村，搖晒頭表示完全不滿意之後，中介就會使出最後一招。那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就是他會帶你去看一些價錢又符合你預算、房屋質素和裝修都算是非常 OK 嘅普通住宅。那這個時候陷阱即係個伏位到底在哪裏呢？答案當然是在地段，即是那些住宅完全不靠近地鐵站，也不靠近任何商場，可能坐落在一些山旮旯好偏僻嘅地方，甚至乎平時連巴士、公交車都沒得搭，出入只能夠叫網約車。簡單來說，廣東話有一句俗語叫沒那麼大隻蛤乸衣，意思即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世界邊有咁便宜嘅午餐，到頭來都是看你自己怎麼取捨。好像在羅湖、福田、南山這些深圳嘅核心市中心區域，同樣是40平方左右嘅面積，如果你的預算大約是4500元到5000元人民幣，你可以選住宅租，也可以選公寓租。不過如果你在市中心硬要選住宅的話，通常只有兩個結果：一是那些樓齡很高嘅舊樓，沒有升降機搭，每日要行樓梯行到索晒氣；一是開在環境複雜嘅城中村裏面，再不然就是住在一些山旮旯、交通極其不便嘅地方。相反，如果你想追求生活品質，上屋企樓下就有地鐵、有大商場，整體檔次是 OK 嘅話，在同等預算底下，你就唯有選公寓。但選得公寓，你就要自己去承受，去包容剛才說過嘅那些公寓不好處。所以，如果你想要追求比較高嘅生活質素，但又不想給那麼貴嘅租金或者房價，唯一嘅辦法就是住遠一點，距離口岸越遠嘅片區，價錢就越便宜。好像外面很多宣傳圖上面寫着最便宜2000元人民幣有交易，其實並不代表這就是全深圳最低嘅價錢，這只是我個人覺得，在房屋質素算是 OK、乾淨企理嘅情況下，你每個月最少都要付出2000元人民幣。如果你是完全不介意居住質素嘅話，深圳其實還有大量嘅農民房、工廠宿舍或者載房，最便宜嘅我甚至見過每個月幾百元人民幣就已經有了。如果你想更極端，想不用花錢就有住屋住，都有辦法，那就是在內地打份工，找些包食包住嘅工作就可以。所以都是那句老話，一切看你自己的個人要求和預算。說起金錢，其實租或者買深圳公寓，裏面還有一個很容易被人忽略嘅隱藏成本。剛才我都說過，公寓嘅地理位置通常比較好，多數在繁華嘅商圈或者商場上蓋，但隨之而來嘅就是那個區域嘅整體物價會比較高，平時買東西和吃東西都會比較貴，尤其是一些開在商場裏面嘅品牌超市，無論你住到多遠都好，食物、進口貨嘅價錢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它是不會受地理位置影響而變平嘅。好像在光明區商場裏面吃一餐飯嘅東西，其實計落就不會太便宜，對比起普遍光明區嘅舊區物價，可能在商場外面20多位元人民幣就能夠吃到一個很不錯嘅快餐，又或者27元人民幣就已經有得食一人份嘅牛肉火鍋、牛肉鍋，聽落好像很便宜。但是如果你去羅湖、福田一些發展得比較早、比較舊嘅區域和街道，即是住在舊樓和城中村嘅附近，你會驚訝地發現當地的物價甚至可以便宜過光明區嘅新商場。就好像華強北附近這一帶嘅大排檔同食肆，每一間餐廳，不論你是想吃過飯又或者吃過麵，最便宜嘅10幾元人民幣就已經有交易，而且選擇多，
價錢便宜，你想吃過湯河、湯粉、拌麵，全部都是10多位元人民幣一碗。在現代化嘅商場裏面，你是完全吃不到這些充滿煙火氣嘅街頭美食嘅。在舊區有大量不同地方嘅地道小食，一些酸辣粉、麻辣燙應有盡有。反而你在商場吃來吃去，很多時候都只是在吃那些中央廚房送過嚟嘅預製菜。如果你屋企樓下只有商場，你可能吃來吃去都是那幾間連鎖餐飲集團，很快就會食到厭。但是如果你是住在舊區或者城中村附近的話，情況就完全不是這麼說。那裡的食肆多到你可能吃足一年都未必能夠試得完所有的鋪頭。最後我想和大家探討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如果你手頭上是有錢的話，到底值不值得直接出錢買一層深圳嘅公寓呢？我們這裡純粹是說自住性質，不摻雜任何投資或者炒樓嘅成分。以我住緊嘅呢個屋苑為例，40平方左右嘅公寓單位，目前大概賣70多萬多元人民幣，而如果用來出租嘅話，大約是2500元人民幣一個月。我們粗略算一算條數，你要連續租足25年，累積嘅租金才等於買一層公寓嘅價錢。而且這個70多萬，還是你一炮過，即係存款一次過付清買公寓嘅價格。如果你是向銀行申請貸款的話，加埋利息，整體價錢會更加貴。當然，月供嘅壓力相對就會少很多。目前在深圳買公寓，最低的首期只需要3成。如果是按照之前舊政策要5成首期嘅話，每個月嘅月供大概是4000多元人民幣。而這個星河公寓，據聞就已經是深圳公寓市場上嘅銷量冠軍。這代表這個價錢、這個質素，在市場上是有很多人認可同埋買單嘅。如果你純粹是想買來落腳，都挺有參考嘅價值。不過我個人就覺得，如果你是想買小面積嘅公寓，其實就真的沒必要買。如果是預算充足，要買大面積公寓嘅話，那我索性建議你不如直接買住宅。點解呢？因為很多人之所以想買一層樓，除了是為了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物業，有安全感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間屋是完全屬於你嘅，可以隨你心意去裝修、去改動間隔、去符合你自己的生活習慣。但是小面積嘅公寓本來的空間就已經基本固定了，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可以改動嘅空間，整個單位一眼就看完，再加上他發展商原本自帶嘅精裝修，就已經做得這麼漂亮，你買返嚟根本動不了。所以租和買在體驗上是沒什麼分別的。大單位你還可以改動廁所位置，然後打通房間做大套房，但是小面積嘅公寓，即使你再有錢，在先天結構限制下都做不到什麼。同時大家也要留意一個高風險因素，真的買了之後，如果有一天你隔壁來了一個非常惡頂、素質很差嘅鄰居，在你的旁邊，你真的想搬走也走不了。因為公寓不同於住宅，公寓嘅流動性非常大，經常會有人搬出搬入，大部分住得公寓嘅人其實都是租客。當然你可能會話，那我買了之後不喜歡嘅話就租出去咯。但這又是同一個死循環問題，你把單位租了出去之後，你自己又住哪裡呢？你還是要花錢去解決自己的居住問題。所以在資金有限嘅情況下，其實就真的未必需要急着去買公寓。有錢的話，不如存多點錢買同一個區域嘅普通住宅。因為現實是很殘酷、很現實地說，買房子就不只是買四面牆，買房子那麼簡單，而是買一種生活方式，買你鄰居嘅整體質素。公寓裏面的鄰居和住宅裏面嘅鄰居，在組成結構上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我住普通住宅社區的時候，住宅會有很濃厚嘅鄰里關係，鄰居之間見到面，大家都會嗲兩句，傾下偈。屋企有喜事上嚟，左鄰右舍都會有個照應，幫忙看個門口。但是現在住公寓，出入長走廊，大家都是行色匆匆，真的有一種三不識七嘅冷漠感，總是感覺這個地方只是一個短途嘅驛站，一個落腳點，並不是一個真正可以生根發芽嘅家。簡單來說，就是缺乏了一種家的感覺。而這種溫馨
家的氛圍就真的只有普通住宅才可以及到我。老套一點說一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公寓嘅商業氣息始終會比較濃厚，住得喺入面嘅可能絕大部分都是朝九晚五嘅上班族、青年人士，他的環境節奏其實並不適合用來退休。如果是買了一層公寓，打算直接用來退休，又或者等到自己老了退休嘅時候用，就可能真的不是很合適，因為公寓嘅附近可能全部都是商廈、商業地方。如果你老了，想找個大一點嘅公園、漂亮一點嘅公園，散散步、走走，附近真的未必會有。所以我給大家嘅由衷建議是，就算退一萬步，你真的很想買深圳嘅公寓，其實都可以先嘗試租住1、2年試一下，確定自己是完全接受到它嘅缺點，真的喜歡公寓這種快節奏嘅氛圍，才決定出錢買。好，這次嘅深圳公寓與住宅居住心得分享就到這裏。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大灣區轉彎轉馬、購樓、玩樂嘅好地方和最新資訊，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